来，小弟讲了好。是一个武馆练武的学生，好好哈气练着武术。这间武馆听讲是全佛山上厉害一间武馆。听讲内底有一个非常厉害一代宗师，叫做叶问，逐工拢有人想要来找伊挑战。今日阁有想要来拼输赢咧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嘿，小的，啱啱。是，卖模灰哦，好，骹步爱翘好，好，是，这叫马步啦，爱站落稳，好，对，好，基本动作爱做好，啊，无等下师傅入来，看着你模灰，搁要骂啊，好，嘿，小的，你像啊，像，你问我是虾米人，我去问你是虾米人咧？你什么人？要讲无啦？啊，恁迄个师傅叫做啥物？叶问啊，伫倒位？各位，你要弄啥？你要创啥？你看我穿啊，你嘛知我是来创啥的？别讲啊！喂，喂，不是啊，这是我的武器，你真睇你。武器哦，武器。安尼阮也袂练着迄武器的啦。对，你也袂练的。阮师傅袂使有被见人的啦。你到底要来这创啥啊？我要挑战恁师傅。挑战阮师傅。嗯。你这个普龙宫的金光头啊！什么你金光头？嘿。来这要挑战阮师傅，你干嘛点解来挑战阮师傅的人？即摆已经正伫山顶啊！你敢知影？迄个草法遮尔悬，正伫山顶迄个，可是阮师傅。喂，原来是烟枪背，烟枪烟枪，哎，超师傅，这是武器啦。哦，你是在讲吼？我今仔就是来替阮师傅报仇，报仇，看到无？来吧，北来，哎，你把拉落去，迄送你呢，你莫甲我管，我有甲你的选择。所以叶问到底伫倒位？唔讲是毋是？嘿，都唔讲吗？安尼拢卖插伊，卖插伊，卖插伊，我来啦，卖插伊，你无要插我吼，不要紧。我甲你讲，看到无？哎呦，真正破去了咧！你这人是要哪啦？我你这个金光头诶，你看得贵哦。恁兜的西头哪会甲你讲话啊？我属牛啦，恁属牛？较差不多咧，恁属牛谁啊呢？袂使哦。我唔知影叶问竟然是一个青梅啦。哎，放较尊重诶，你个阴暗啊，袂着你诶。啊不对哇，什么声？阴暗问阮要洗菜盘啊，削互破，你实在有够好打你啊！你看阮翁转来，哎呀！叔，下人把这盘摔破。你这金光头，你是啥？你问我是啥？啊，我会记你。你记我？恁师傅的毛啊草生啊你悬啊！我甲你讲，你今日来找我倒位要创啊？你是啥物人？我就是你朝思暮想的叶问。我是用永春的叶问，佛山永春派四城东华顺，人拢叫我一代宗师，一代。毋过我一直感觉人的地位虽然有官家之分，毋过人家本有贵贱之别。毋过你摔破阮某的盘，根本就是还钱。翁诶啊，嘿，你甲看伊甲咱的盘啊削破去啊，好啊，甲处理修理一下。永信，我好啊甲教死你这个大口袋，我来，安怎？歹势我输啊！你说，听呢？伤厉害，我先来走，而且恁某遮歹我，我无法度。请你保重哦，大家。等一下，你要走，你这个烟枪留落来。你竟然叫我烟枪留落来？烟枪留落来，啱啊！好，把烟枪收起来。等下，唔免你来杀我烟枪，我家己杀。
上，紧来啦！较紧的啦。哎，记得，哦，你讲这啊？哦，你讲我清楚嘛？你想啥啦？这是想啥？这是武器啦。你买嘛，你看电影真正啊食嘛。对嘿啦，阮师傅买啦。哎，因前因暗老咧加在头啊，红的啊。哎，保重啊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我甲你讲啦，以前哦，我拢无介意练舞，我甲希望你会当加一寡时间同我陪我。即马我吼拢无想遐济，我无想要因为我有你有人生有危险，有一寡代志该做你就应该爱去做。我知，为着生活，我会当忍。啊，毋过有武有力着中华武术就袂使。即届我要替中华武术出一口气，是毋是？哎，听讲这间武馆，这是武馆还是咧卖烟枪？哪有烟枪味遮重？烟枪味有够重，烟枪味遮重。卖头价。啊贵贵个。啊不，你的武器吼。嗯，这位是。听讲叶问，你是全佛山上界高拍的人。今仔日我就是要来找你拼输赢。有人讲永春拳是查某人所创的拳，嘛有人讲叶问是一个惊某的查甫人。今仔日我所记果然名不虚传。嫂啊，你放心，我是无可能甲伊拍死。假使讲你若是个袂放心，我就让伊相手。这个世界上无惊某的查甫人，只有尊重查某的查甫人。话莫讲甲遮尔好听嘛，莫对我一只543。我今仔日是要甲你拼输赢，所以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看出你是安怎拍出这个查某人的拳。哼！我甲你讲，阮咏春拳是攻守合一，一攻一拍，攻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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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一，一攻一拍是用上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。你等一下，你就知影安怎拍。永信，呀啦，这边你就坐这边。永信，我要来接受挑战啦！保重。今仔日你来甲我拼输赢，我用一张香的时间来甲你拍倒。你是应该烧香拜拜啊！啊你请你赶紧去求阿公叫阿嬷，保庇你莫互我拍甲老火老底，咱两个就来对拍。好啊，你分香还袂忝呢？哦，你动作这么慢，佮讲什么攻守一体，速度真紧的击倒对方。你做爱呢？插袂入去。啊，怎么穿？恁两个莫搁拍，莫搁拍啦！哎哟，逐工安尼拍来拍去，有够烦的啦！恁真正是啉滚水放地米地。搁有一句俗语，请注意听。叶问，听讲你是全佛山上界会好拍的人，我今仔日就是要来找你拼输赢。有人讲咏春拳是查某人所创出来的拳，嘛有人讲叶问是一个惊某的查甫人。今仔日所记果然名不虚传。所以你放心，我是无可能甲伊拍死的。你若是个袂放心，我就让伊相拳。这个世间无惊某的查甫人，只有尊重查某的，只有尊重某的查甫人。我今仔日就是要看你安怎拍出这套查某人的拳。阮咏春拳是用上短的时间来击倒对方，你等下你就知影安怎拍。永信，我要来接受挑战啦！保重。我甲你讲，你今日来甲我拼输赢，我用一张香的时间，我来甲你解决。来，哎呀，恁两莫搁拍啦！逐工安尼拍来拍去，够烦的。你真正是吼，高头滴着乌满油。阿进什么意思？你叫阿进，你啉好呢？我啉某啦。哦，阿进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永信，这什么意思？拍鼓嘞！来，请。来啊！拄啊，逐工拍来拍去吼，即个我有足恐怖啦。足恐怖的。摕落好啊！我个人嘛惊噶。哎呦喂！对叫两句俗语，逐工安尼拍来拍去会烦无？叫做啉滚水放地米地，听好无？啉滚水会放地米地。第二句叫做高头滴着乌满油。来，这个情形赞成第一句的声，举手。啉滚水，观众妈妈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太凶难了吧？敢是讲？伊迄应该是你先倒水，
倒烧水，然后较你无敬无你的关系。无关系好，迄个你来这边来，朱茵来这边，恁三个共国对，高头滴着乌麻油，恁三个一定是讲一句，对不对？嘿，嘛唔知要迄个，嘛唔知什么意思啊？高头对着滴着乌麻油，敢若是要掠去煮，啊？煮高啊，哦，要掠去煮，要煮好高汤，你要食狗吧？无啦。卖安尼啦。我想讲俗语话是安尼讲，这小语话其实我嘛捌听过，这两句到底对一句才是正确。来，老师请解答来。第一句吼，就是讲啉滚水放茶米茶。咱普通时啊，滚水是汤羹无色的。毋过咱因为咱人吼，有时若讲火气伤大的时阵，咱放出来就会较黄。啊，放的就黄，就亲像啥？茶米茶，茶米茶。所以有时吼，人话较有智慧来讲，啊，你是啉滚水放茶米茶哦。意思是讲你来口水讲，你即马火气伤大啦，火大啦，嘿所以啉滚水放茶米茶是讲你火气伤大。哦啊，那第二句吼是讲迄个高头滴着乌麻油吼，乌麻油做芳对毋对？对毋过要死毋死，都滴着狗的头，狗的头，啊，敢装会着？装袂着，伊敢骗会着？对，食毋过袂装袂着，着。所以看有食无干大言，亲像不做庆油烟呐。哦，所以意思是讲，哦，足芳啊，啊，毋过就是骗会着，啊，食袂着，实在足介意安尼。哦，所以若讲照头仔讲起来，三不五时啊，着人要找你比武吼。啊，感觉嘛足烦，所以碰过意思是讲吼，恁遮三五时吼，那遮乱，实在看恁就火大啦，所以应该是啉滚水放茶米茶，火大。大家拢会大啦。会大，对毋对？咱无要紧，上无了解这两句俗语的意思啦，吼。好，爱个记起来吼，来，感谢大家来拍爆过来一个。